大家好，我係 Jonas。與神談生死28章，在死亡中，你所有的個體身份都脫落了。融合的時刻即將到來，這一刻嘅神奇同埋美妙係無法描述嘅。佢所帶嚟嘅資訊同埋知曉喺意識層次上無法掌握，只有喺超意識嘅層次上能夠想像得到，好少能夠被吸收。就喺融合之前，靈魂留住在呢個光嘅前面，沐浴住本源發出嘅光，任何恐懼、不安同埋憂慮都喺穿過通道嘅過程中消失啦。此刻，本源輻射住純淨嘅愛，靈魂喺佢嘅面前覺得被包圍住，一種只能稱之為被覆蓋嘅感覺。就想像一塊被溫暖嘅糖漿覆蓋嘅薄煎餅，或者係被熱巧克力覆蓋嘅冰淇淋，就好似嗰種感覺，就好似一股嘅甜蜜嘅熱流喺迎接呢個光嚟嘅靈魂。佢係一種輕柔嘅溫暖，將靈魂完全覆蓋。伴隨住呢股熱流嘅係一種冇文字可以描述嘅感受，係一種完全徹底嘅被看見，冇任何隱藏，冇任何能夠被忽視或者遺留，冇任何能夠逃脫注意嘅感覺。靈魂曾經認為自己所有嘅好與壞，全都喺佢嘅面前展開，然後所有嘅一切好嘅與壞嘅，都令人驚訝嘅被呢一個光慢慢吸收，接納為佢自己嘅，就係嗰種感覺，一種能量嘅滲透，消融咗一切，哪怕只係最輕微嘅羞愧或者驕傲，靈魂只剩係一種美妙嘅空，唔再執着於任何東西，唔再擁有任何體驗，除咗敞開之外。現在喺呢個羞愧同埋驕傲曾經共存嘅敞開入邊，一種新嘅感受填充咗入嚟。起初嘅感覺就好似靈魂嘅外部被覆蓋咗，而家就感覺彷彿靈魂嘅內部被填滿咗。同樣嘅，沒有文字能夠精確定義或者詳細描述呢一種感受，因為呢一種感受太壯麗啦。佢可以被形容為一種獨特、宏偉、聚集為一體嘅感受。佢包含咗千種單一嘅感受，慢慢嘅填滿咗靈魂，只能淡淡咁形容係溫暖嘅擁抱、深切嘅安慰、深深嘅真愛、衷心嘅欣賞、真誠嘅珍視、溫柔嘅滋養、深刻嘅理解、完全嘅寬恕、全然嘅赦免、長久嘅等待、快樂嘅歡迎、完全嘅榮耀、歡樂嘅慶祝、絕對嘅保護、即刻嘅完美、無條件嘅愛，全部同時出現。靈魂冇絲毫猶豫或者遺憾咁釋放掉個體嘅一切自我感，投入呢個光入邊。佢所浸入之處係如此壯麗，以至於佢唔再擁有任何知曉佢他物嘅慾望，而融入呢個令人歎為觀止嘅榮耀、永無止境嘅輝煌、無可比擬嘅美、無與倫比嘅圓滿。現在你已經與呢個光相融，感覺自己被融化啦。
呢個融化完成咗你身份嘅轉變，你唔再以任何方式喺任何層次認為自己係世界生命中分離面向嘅你。呢啲死後生命嘅特徵，事實上喺死亡嘅第一階段就開始咗，因此你得以喺死後唔會帶疼痛，沒有痛苦嘅體驗你願體驗嘅一切，包括你嘅私人地獄。當你進入自己嘅本體核心時，佢對你而言立刻變得重要。當你被光擁抱時，你與自己嘅靈魂合併了，你終於知道咗自己唔係一具身體，唔係一個心智，甚至也不僅僅係一個靈魂，而係三者嘅複合體。呢個就是整個死亡嘅運作過程。記得我所講嘅，死亡嘅過程係重建你嘅身份。死亡嘅第一階段，將你從你嘅身份以及所有你對身體同埋佢嘅外表嘅認同釋放出嚟。死亡嘅第二階段係將你從你嘅心智以及所有你對心智及佢嘅內容嘅認同釋放出嚟。死亡嘅第三階段係將你從你嘅靈魂以及所有你對靈魂及佢嘅個體性嘅認同釋放出嚟。喺呢度，喺自我嘅完全融合中，你嘅知曉同體驗合一，而你所知曉同體驗嘅係你唔係你嘅身體，唔係你嘅心智，亦都唔係你嘅靈魂。你比呢啲更加偉大，係產生三者總合能量嘅本源。喺死亡中，你所有嘅個體身份都脫落啦。你起源於你與你自己嘅分離，終於結束咗。你知唔知道？我以為你要講嘅係我所體驗係神嚟迎接我，咁樣正係我所講嘅。但係你剛才講，你似乎仲係認為你同神係分離嘅，而我要再講一遍，你與神之間並未分離。就算你現在唔相信，喺你嘅物質生命結束，喺融合嘅一刻，你就唔會有任何懷疑啦。天啊，聽你嚟真棒，我都等唔及啦。你不必等待。